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有意和无意的伤害了很多的生命。就是在超度的时候，我就想用什么样的，他们没有名字，用什么办法，就是把他们名字写上，然后在做超度的时候，在做回向的时候，好把自己的福慧资粮回向给他们，或者是在超度的时候可以超度他们。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普贤上师言教有一位大德高僧，他为了利益众生，但是工作太忙，没有为那个众生及时的做回向。后来由另一位师傅给他做回向做超度，然后他才获得解脱。我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些过失，在临终的时候或许就有一些冤亲债主，那么这些冤亲债主他以那种幻化的形式呈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躲开避开这些冤亲债主，可以说他会阻止我们解脱，或者是阻止我们成就。我们用什么办法来避免这些冤亲债主来阻止我们？这是我想请问师傅的一个问题，请师傅开示。好的，好的，你的问题特别的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第一个呢，冤亲债主、超度，还有日常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不小心可能会杀害了其他的这个动物众生，这些都是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特别在意的，特别要去关注的，特别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的话，第一个呢，我们就确实在生活当中经常的，就是我们种田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在家里打扫干净的时候，都会杀到，不小心也好，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可能会就是杀害了、伤害了，就是其他很多众生。那这种怎么办呢？就是要自己发自内心的你自己的日常，主要是自己这个念诵仪轨的时候，或者有日常的这个公修的时候，自己要专门针对这些动物，你要回向。这种回向呢有很多方法，但是一个呢，比如说你今天参加一个法会，或去一个庙里去拜拜，你就是可能有机会写一个超度祈福的单，这样的时候你就是专门写他们的名字，但是我知道你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也没有名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用别的方式，比如说我种田的时候杀到的，就是不小心埋在地里面杀过的，或者从这个地里面挖到这个就是地上的那些所有众生，这样的方式就是回向，就是也有回向，完全有他们就是得到这个你回向的功德。那个别来讲的话呢，不动如来的这个陀罗尼和有一个叫宝积如来的这个佛，他的佛号就是对动物超度和回向的特别殊胜的一个法门。师傅，是不是《金光明经》里的那个宝胜如来？对，《金刚明经》的宝胜如来有一个就是公案这个《金刚明经》里面就是有特别提到，有一个叫做区别，我不知道中文的翻译是有一个童子他去外出看到一个湖里面吧，就所有的水都已经干了，然后呢，他就是去想办法，他自己也好像是一个富有人，他会就是从别的地方，然后就是大量的水
然后运到这个地方，再就是这个放在里面，因为那个里面有1万只鱼快要死掉的，然后呢，他就是给他们水和还有蛇的喂那种食物，然后呢，他自己就是跑到里面，然后就是给他们讲圆寂法和念这个南无宝积如来佛。然后呢，后来他们就得到解脱，就是升天，有这样的一个公案。是有。他也是从别的善知识那边听过，就是你就是动物呢，就是要为了动物要这个回向和超度的时候，要特别要念这个南无宝积如来。然后另一个呢，你说因为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会有冤亲债主的障碍你说刚刚说到冤亲债主嘛，那这个冤亲债主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因为你的生生世世可能会欠的那种一些业力的一个债务的一个债主对吧？比如说你今生呢，就是你刚刚自己也说了，有一些呢，就是就算是一个高僧大德，他们也就是纳了一些供养，但是没有及时给他们做了超度的时候呢，他自己那些高僧大德自己圆寂的时候，就这些债主就已经来讨债，然后就是变成他们这个顺利往生这个解脱的一个障碍。那更不用说我们了，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其实这是经常如果大家有修四圣法或言功里面还有慧功，都包含了专门针对这个冤亲债主的一些布施的环节。这个很重要。那个时候你因为自己观想为观自在菩萨后，你利用观自在菩萨的加持念欧玛的般面后，然后给他们这个布施，言功的布施，言功上功下施都一样，都里面包含了这个里面的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冤亲债主，另一个是一切众生，一个是什么呢？天龙护法和那些，一个是就是三宝，上师三宝。这个是特别有用。那另外一个呢，你自己往生的时候，比如说你有能力的话呢，你要求我自己也有一定的遗产嘛，你是信佛的话呢，你可不可以我的名义呢？你告诉家属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当然你可以留给他们财产，但是有一定的呢，你自己申请接触过的一些高僧大德或上师或一些那个寺庙，你说我希望呢。就是他们帮我做一个超度，或者你的家人都是信佛的话呢，你也为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及时的一个超度，然后就是邀请其他的高僧大德和法师，还有一般的这个金刚师兄的一些助念，这些都是念你一句欧玛尼般面吽，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功德，尤其是人要往生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神通，没办法很精准的确切的说什么时候冤亲债主来了，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没有掌握的那个能力。对。但是我们有一个预备的一个能力，这个就是呢，我们时时刻刻这个对他们做这个回向，并且呢，你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你即使比如说往生的时候、头七的时候，那种关键的一些七夕49天，为他们特别做回向和超度，这就是帮忙的方式。是好，真是好。Namo Garbe Namo Buddhaya